身为一个全台走透透、深入体验在地客庄文化的背包客，今天我要拜访盛产茭白笋的三芝。听说当地有位客家农夫，他所种的美人腿又甜又嫩。大哥，我可以体验看看，我帮你忙好不好？可以，谢谢你。大哥，让我来帮忙你。好。第一次踩在那个茭白笋的田地，只有4个字可以形容，就是寸步难行。是怎么样挑茭白笋是可以采收了？这个幅度有大起来。哦，就是大哥说像这个幅度还没有结苞就这么细嘛。哦，是长得比较大的是可以采的，这个是还没好的。是要怎么采茭白笋？这个往这边尾巴折断以后就往这边一按就断了。哦。这样的，哇！我采好了第一个茭白笋，这个有看到茭白笋的白白的肉，你看这个这么白，哦，好白哦，可以生吃的，你吃看看，这可以生吃。对，你这些弄断，你可以生吃哦，好白啊，你看，好甜哦，真的好甜。我就在这边土生土长，但是我们祖先呐是从福建漳州府的沙湾县，是客家人。那么我爷爷他迁到我们现在这边居住，已经差不多70年。对，那从那个到那个永和到现在，总共是有多久？大概我们有14代，大约有200-300年左右。在田里帮李大哥采收完茭白笋，李大哥跟我讲了他的故事。其实茭白笋它的种植方式很像稻禾，所以客家话会叫某笋、禾笋，但是我们苗栗的话会叫搞笋。大哥，我这样念对吗？对。大哥，你现在还会讲客家话吗？已经被同化了，不大会。比如讲有一些俚语就一点点的，比如说先生你有下在哪位啊？俺不要落去空天一样啊，这几句啊俚语而已啊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你先生你的家住在哪里呀？还有晚上都来去看电影啊。是因为家里都没有在讲？对，都没有在讲。以前祖父听爸爸他们讲，祖父在上一代曾祖父他们那一代有在讲这样子。听李大哥说着自己不会母语的遗憾，期待有一天我们能够用流利的客家母语愉快的聊天。